来看中共解放军今仔透早宣布展开联合利剑2024B演习，中国海警嘛头一届公布会设台湾一日。咱国国防部是强烈谴责，嘛表示讲会专程来监控中共的军舰动态，以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。外国媒体是指出讲，中共这届的演习模拟封锁台湾的北部、南部港口，各国际航道。 台海紧张情势搁升悬，中共10时透早突然宣布到日着海空三军、火箭军伫台海、台湾北部、南部、东部展开联合利剑2024B演习。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，那就是全天候，它的实战氛围呢更加浓厚。共军以联合利剑2024B演习释放政治信号，反制总统赖清德湘西国庆的新两国论。共军机人多方向挖进台岛，真侪军的兵种联合突击。 重点演练海空战备精神，为港口防控、对海对陆打击，夺出综合制权。由海警两库动摇。联合利剑演习结合无清楚地带冲突。 中国海警第二执法头一摆公布4个编队反袭警设台一日，展现全台监控的能力。也毋过，咱国海巡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，将压几啊只海警船驶过海峡中线。海巡甲国军联手全程监控，也公布今日南海巡人员监控中国海警1035舰队的相片。 国军传力弹 E2K 无警机监控共军动态 ，F-16飞挂上先进中程飞弹，本时前飞弹紧急升空，顺应东部、东北部，无要互共军亲门大户。国防部要强调，加剧两岸紧张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，正是中共各项不理性的挑衅行动。 观察共军挖3年300围台演习，2022年美国总机局长佩洛西访台，共军飞弹飞过台湾的顶面，脱离日本经济海峡，相关区域局势紧张。今年赖总统国际空军节，共军演习联合利剑 A 返回汉缩，演练战前封锁。即摆联合利剑 B 更较紧缩，演练作战封锁。 建立防控线，可减首都防卫。外国媒体路透社指出，中国模拟封锁台湾北部、南部的港口，甲国际航道，阻止外国势力介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